呦，服务员，哎呦，小美女啊，又是你啊！哎呦，巧的了啊，又碰到你了！哎呦，等你的老师在这个包间里碰到你了。哎呦，老师来吃嘛，还是因为你们家的菜好吃呀。对了，主要还要我跟你讲，这个现在又凑齐这个四大金刚啊。黑椒牛仔骨、沙律牛排、玉米烙、椒盐排条，这个饭店蛮难找的，一下子真的找不到的。你们家做的蛮正宗的，真的，我们这个小年轻小朋友都喜欢吃的，我吃什么倒无所谓的，知道吧？啊，鸭子这么有了，那怎么有了？这个鸭子今天还有2个这个小朋友呀。那这个狗力橙双柚子有了。哦，有的哦，那就行。还是这个四大金刚啊，先上，你先忙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哎呀，莱阳啊，3205325包厢吃了几次了？啊，怎么还不认识的了？老地方哦，我看到你了，来呀，来接，哎这边，哎呀，不，你怎么走到隔壁去了啦？这边来。哦呦，你这吃了几次了啊？还找错了，真家伙，你知不知道掉奶子昏的？哎，错了爷爷，怎么脑子昏掉了？哎呦哦，神雕侠侣，哎呦，杨帅哥金公主，哎呦，来，快坐，哎呦，2个小朋友会走路啦，哎呦，小朋友，小帅哥，小伟哥啊。小美女杨千峰，哎呦，还记得叔叔呀？哦，他们肯定不记得了，我抱他们的时候还是摸头了。小帅哥、小美女，黄叔叔、小帅宝，哎呦，不能叫黄叔叔了，黄叔应该叫黄爸爸了。我现在也升级了，黄老爸爸了。老爸爸、小帅抱过你们了。哎呦，长得快的了啊，已经会走路了。小时候那个时候我抱他们，哎，这个还像热水瓶一样的，一点点。快坐。坐好，你们坐那边，我们几个这个7香17老就坐里面啊，坐。小帅哥、小美女，杨伟、杨千峰，叫声黄老爸爸听听的。我来，爸爸。哎呦，嗲是嗲的嘞，哎呦，这个2个小朋友真的可爱，哎呦，我真的喜欢，哎呦，小帅哥、小美女。这个今天这个鸭子真没有了啊！这个双柚子狗力橙想喝哪个？啊，双柚子是吧？哦，杨千峰，那个小伟哥呢？也喝双柚子哦，好。那个小美女，麻烦你4瓶双柚子啊，4瓶双柚子，2个小朋友1人2瓶啊，不要冰了啊，小朋友不要吃太冰的。好，谢谢你。哎呦，来，小伟哥，这手给黄叔叔了，让黄叔叔跟着称呢。哎呦，手嫩的嘞！哦呦，痛了！哦，老爸爸弄你了啊，弄痛你了！老爸爸在喝什么？老爸爸这个喝的白酒啊，这个小朋友不能喝到啊，长大了才能喝，知道吧？你想尝尝看？哎呦，杨帅哥，你儿子不得了的，从小就问这个老爸爸要讨酒喝的。小伟哥，这个黄叔叔筷子在呢，给你尝一尝啊。喏。哎呦，好吃了！哦，不好吃，哦，一会儿我们还是喝双柚子啊！哎呦，真的可爱的，哎呦，老金老样，真的好福气啊，你们2个。